話俾大家知個秘密，就連我阿媽都唔知道，原來用水去浸冬菇係大錯特錯嘅。大家以後千祈唔好直接用水喉水去浸啦，咁樣浸出嚟嘅冬菇係又慢又洗唔乾淨，而且死心仲可能有沙添。今日咧將大酒樓快速浸冬菇嘅方法免費咁分享俾大家，等你浸出嚟嘅冬菇係又快又大又靚，重點係夠晒乾淨。記得點讚收藏好，翻到屋企慢慢再嚟睇。方法非常簡單，將冬菇全部放喺密封口入邊，倒入40-50度溫水，再加1匙羹白糖，跟住冚蓋，大力咁搖佢3到5分鐘就搞掂啦。咁樣浸出嚟嘅冬菇又靚又大又乾淨。同樣方法，你用佢嚟浸木耳、浸枝竹都係一樣冇問題。學識咗，過年翻屋企試下啦。另外，今日仲有個秘密要話俾大家知嘅，小朋友過年想食叉燒，係再都唔使出街買啦。今日咧教大家一個家庭版懶人做法，全程唔使加一滴水，只要屋企有個電飯煲，就可以輕鬆整出色澤誘人、肉嫩多汁嘅港式叉燒。咁整叉燒到底係用梅花肉定係五花腩呢？喺廣東人心目中至好味嘅豬肉做法，叉燒敢認第二，冇人敢認第一。咁想要喺屋企整出嫩滑又好食嘅叉燒，重點唔係用啲咩烤爐去烤，而係醃製豬肉嘅方法。豬肉醃得好，呢道餸就成功咗一半啦。咁有緣刷到呢條視頻，係緊要點個免費嘅小紅心支持鼓勵下咧，多謝晒咁多位。整叉燒我哋最好用呢種梅花肉，佢肥瘦相間，死心嫩滑唔黐牙。然後將豬肉切成厚厚嘅薄片，再倒支唔使錢嘅啤酒浸泡一下。咁啤酒入邊嘅酶喺軟化肉質嘅同時，仲可以將豬肉表面嘅污糟邋遢嘢全部浸泡出嚟。豬肉浸完之後，加入薑蔥蒜，些少廣東米酒。想要整出嚟嘅叉燒鮮嫩多汁，關鍵係加一包呢個港式叉燒專用醬，佢係粵菜大師傅按照傳統港式風味調配而成，一包就可以搞掂鹹香甜，其他嘅調味料通通唔使再放。搖好之後，包好保鮮紙，放入冰箱醃製佢6個鐘。有條件嘅可以醃製翻一晚，會更加之有味。電飯煲數層花生油，再鋪上薑蔥蒜墊底，跟住放入醃好嘅豬肉，剩低嘅醃料唔好嘥，一齊倒埋入去，冚蓋按煮飯鍵，大概40分鐘就搞掂啦。一打開蓋，成間房都係叉燒香味。記得要關好門窗，我驚隔籬老王聞到都流晒口水啊！用佢啲汁嚟撈飯食，細路仔係連白飯都可以食多2碗。咁呢款叉燒醬唔單止整叉燒正，用佢嚟整燒雞、燒排骨都係一樣咁惹味。就嚟過年啦，小朋友放假喺屋企，你都整嚟試下啦。有需要嘅街坊老友，馬上點開下邊嘅呢個鏈接，趁住商家仲有好大活動，仲可以正常發貨，嗱嗱聲帶翻屋企試下啦。